关心交通，交通部公布今年7月份1个月内交通事故有33723件，尾也是造成220个人死亡。其中伫台北市，今年1月份到7月份过路人死亡的人数是比去年同期各增加12个人，是全台湾计上侪所在。 台北市罗斯福路甲南海路这段路口，和交通部调查出开造成事故路口，除了有地下道开出来车辆以外，对面也有接稳万代线时间车顶道的时阵，当弯的车也拢要过，用路人感觉是真危险。地下道那边的车流量确实还蛮多的，那他们都会急着要转弯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。 还有一些机车的部分，机车的部分其实我还蛮常碰到，他们没有做2段式的左转。这边真的是，如果开幕的话，这边会车子尤其是那种比较大节日的时候，大家会来采购，那这个路段真的是更可怕。 交通部公布上新道案数字显示，今年7月全国交通事故3万多件，造成45000多人受伤，也有220人不幸死亡。不过已经比去年同期减少，也是今年以来死亡人数上低的月份。交切分析各县市道案，7月1个月台北市甲台中市各有3名记录人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。台北市甲台中市并列全台湾第1名交通事故死亡辖区。 另外，台北市今年1月到7月，记录人死亡人数也比去年同期悬出12人。交通部讲会继续甲地方来调查这事故发生的原因。主要的是就是在路口的时候，那个可能车辆没有就是停让行人，或是他说比如说不当的右转弯。 的所造成的4个人，大目初步掌握情况是这种样子。另外，为了降低机车的事故，台南市政府也伫道案汇报通过，预计要伫部分的所在取消机车2段式道西，也有机车快车道禁行令。不过，因为牵涉道路安全，也有使用者习惯，也伫收集资料甲增加意见。道路汇报有提案通过将以择定路段试办的一个方式来逐步推动，然后且将同时保留路口2段式左转待转区。 以延续民众已习惯的一些左转行为哦。如果不要强制选择说一定要2段式，或者是就是改成2种方式都可以的话，可以先试办看看。台南市政府讲，主要考虑汽车开伫外边车道，定拄到公车瓦站，也有汽车出入路边的停车格接干扰。不过取消内边机车袂用行，会牵涉路口的开放，直接堵塞问题，会搁综合考虑。这种试办路段甲日期也未确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